位市民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分局分局長張正國。115年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護工作，將於2月9日22時起至2月23日24時止正式實施。本分局將以治安平穩、交通順暢、民眾安心為3大主軸。近年假投資詐騙猖獗，凡涉及高獲利之電話或訊息，請即刻撥打165反詐騙專線，或聯繫轄區派出所查證，切勿輕易匯款。提醒各位市民朋友，連假出遊車潮多，請落實酒後不開車。若有飲酒，請善用代駕或搭乘計程車。另外，春節期間不少市民朋友舉家外出返鄉或旅遊，本分局特別提供住居安全維護或提領巨額現金互鈔等便民服務，歡迎撥打110或向轄區派出所提出申請。最後，祝福各位市民朋友新年快樂，闔家平安。